各位老友記，各位屋企人，大家一定要留意啦！今次呢段片真係非常之重要。如果你或者你屋企嘅長者已經夠咗65歲，但係仲未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你仲諗住等多陣先申請，咁你就真係好大機會會白白錯過嚟緊政府派發嘅伴糧，即係嗰份額外嘅津貼啊！大家知唔知？依家長生津每個月攞緊嘅係4195蚊，如果派多半個月，就係成2000幾蚊㗎。呢啲都係大家應得嘅福利，千萬唔好因為唔清楚手續或者過咗期而攞唔到。今日我唔單止會同大家拆解申請嘅所有細節，仲會手把手教大家點樣填嗰份申請表，由第一行填到最後一行，保證大家睇完之後，自己喺屋企都可以搞得掂，唔使周圍問人。我哋首先講下呢個伴糧到底係咩一回事。香港政府每年喺財政預算案入面，通常都會宣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嘅人士發放額外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就係其中之一。如果你喺政府指定嘅嗰個日子已經係長生津嘅受惠人，你就可以自動攞到呢份額外錢。好多老友記就係差過1個月、半個月先去申請，結果就咁同呢幾千蚊擦身而過，真係睇到都覺得肉赤。所以如果你啱啱夠65歲，或者身邊有長者就快65歲，呢份稿你一定要聽清楚，因為早申請早享受，遲咗就真係冇得補。講到長者生活津貼，即係我哋俗稱嘅長生津，依家已經合併咗做單一體系，唔再分咩高額定普通，只要你符合資產同入息審查，每個月就係領取4195蚊。呢個數目對於老友記嚟講，絕對唔係小數目，可以用嚟飲茶、交租、買藥，甚至係買啲好嘢食嚟補下身。但係要攞到呢筆錢，首先你要符合幾個硬性條件。第一，年齡一定要夠65歲。好多人問我64歲差1個月得唔得？唔好意思，係一定要足歲，即係你過咗65歲生日嗰日開始，你先有資格去遞表。第二，就係居港規定，老友記要喺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呢1年入面離港唔可以超過56日。除此之外，你仲要喺香港住滿咗7年。呢個規定係為咗確保資源係俾到真正喺香港生活嘅長者。如果你之前返內地住，或者去咗外國探仔女住咗好耐，返嚟申請嘅時候就要計清楚啲日子啦。第三，亦都係最令大家頭痛嘅，就係資產同入息限額。我喺度同大家逐一對數，大家可以攞張紙筆記低。依家單身人士嘅入息限額係每個月10,580蚊，而資產限額係388000蚊。如果你係兩公婆一齊申請，入息限額就係16,080蚊，資產限額就係589000蚊。呢度大家要注意啦，如果你哋係兩公婆住，但得一個人申請，資產限額依然係要計埋兩個人嘅總和，即係589000蚊。好多老友記會問，我有層樓住緊，算唔算資產啊？呢層大家可以放心，如果你嗰層樓係自住嘅，係唔計入資產入面嘅。但係如果你仲有第2層樓收緊租，或者有一間空置嘅屋，咁嗰層樓嘅估值就要計入資產啦。另外，大家買落嘅保險，如果入面有現金價值，嗰部分都要計埋入去㗎。所以填表之前，最好執一執自己啲銀行存摺、保險單，睇下啲數啱唔啱。好啦，依家入到正題，就係大家最關心嘅點樣填嗰份社會保障計劃申請表格。表格編號係001 SF001C。呢份表雖然有成幾頁紙，但其實只要按部就班，一啲都唔難填。大家攞到表之後，第一部分係填個人資料，姓名要跟足身份證，唔好寫簡體字或者花名。身份證號碼要填清楚，包括括號入面嗰個數字。出生日期一定要寫啱，因為呢個直接決定你夠唔夠年齡申請。跟住落嚟係聯絡電話同埋住址，呢度建議大家填一個最常用嘅電話，因為社署嘅職員如果有嘢想補交，佢哋會打電話俾你，如果揾唔到你，個申請就會拖慢咗。第二部分係居住情況，
你要填你依家係住公屋、私樓定係同家人住。如果你係租房住嘅，就要準備定租約或者租單。重點嚟啦，第三部分係入息及資產申報。呢部分係社署查得最嚴嘅，大家一定要誠實申報。入息方面，包括你嘅薪金，如果有返工得話，收租嘅收入，或者係仔女俾你嘅家用。不過大家記住，仔女俾嘅零用錢，如果係用嚟應付日常生活開支嘅，其實可以唔使計得太死。但如果你每個月有固定嘅退休金或者長俸，就一定要填落去。資產方面，你要列出所有銀行戶口嘅存款，包括港幣同外幣。大家唔好以為社署查唔到，佢哋係有權向銀行查數嘅，所以千萬唔好瞞報。如果你有買股票、債券或者基金，都要按申請嗰日嘅市值去報。仲有啊，如果你屋企有金條、金幣或者名貴首飾用嚟投資嘅，理論上都要計入資產。不過大家戴緊嗰對金耳環或者一隻金戒指，通常就唔使計啦。填完表之後，大家要準備埋啲證明文件嘅副本，包括第一，身份證副本；第二，銀行存摺封面副本，一定要清楚見到你個名同埋戶口號碼，因為津貼會直接過數入去呢個戶口。第三，如果係已婚，就要結婚證明副本。如果你覺得填表好煩，或者驚寫錯字，其實你可以親自去到各區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嗰度嘅職員通常都好有禮貌，你可以同佢哋講，我想申請長生津，但我唔識填表。佢哋會慢慢引導你點樣填，甚至會幫你檢查埋啲文件齊唔齊。去之前記得帶齊我頭先講嗰啲副本，同埋所有銀行存摺嘅原件。除咗伴糧同埋每個月嘅4195蚊，申請咗長生津之後，老友記仲可以享有好多額外嘅福利㗎。第一樣一定要講嘅就係長者醫療券。依家65歲或以上嘅長者，每年可以得到2000蚊嘅醫療券，面額可以累積到8000蚊。你可以用呢啲錢去睇私家醫生、睇牙醫、睇中醫，甚至係做體檢。如果你有長生津，你嘅戶口會記錄得更清楚，去睇醫生嘅時候只要出示身份證就得，非常方便。第二樣係2蚊乘車優惠。雖然呢個優惠係只要有樂悠卡就得，但係對於領取長生津嘅長者，呢種生活成本嘅減輕係全方位嘅。你可以周圍去見下老友，去公園行下，都唔使擔心車費貴。第三樣係長者卡福利。成功申請長生津之後，你通常都會有一張長者卡，去好多連鎖快餐店、超級市場買嘢都有折扣，或者有免費奶茶飲。呢啲雖然係小數目，但積少成多，一個月落嚟都慳到唔少錢。仲有啊，對於一啲身體機能比較弱嘅老友記，如果你攞緊長生津，你仲可以申請長者牙科資助。你可以免費或者以極低嘅價格去鑲假牙、洗牙或者補牙。大家都知喺香港睇牙醫幾咁貴，呢個資助簡直係老友記嘅救星，可以令大家食得好、瞓得好。講到呢度，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啲常見嘅陷阱。有啲老友記會諗，我銀行入面有50萬，超咗388000蚊嘅限額喎，不如我即刻攞10幾萬出嚟俾個仔，咁咪符合資格咯。大家千祈唔好咁樣做。社署有一種做法叫資產轉移審查。如果你喺申請前一段短時間內，突然間有一大筆錢轉走咗，又解釋唔到用途，社署會覺得你係故意轉移資產嚟騙取津貼。一旦被發現，唔單止要退還所有攞咗嘅錢，仲可能會被起訴詐騙，呢個風險絕對唔值得冒。正確嘅做法係點呢？如果你筆錢真係用嚟裝修、醫病或者係幫補屋企人嘅正當開支，你要保留返啲單據。如果係正常嘅生活消費，通常都冇問題。最重要係誠實，唔好臨急抱佛腳去轉錢。另外，大家要留意居港規定入面嘅56日。如果你申請咗長生津之後，諗住返內地長住，或者去外國幫手湊孫住大半年，咁你一定要向社署申報。
雖然依家有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等大家喺內地住都可以攞到長生津，但手續係唔同嘅，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唔申報就長期嚟講，一旦被抽查到，社署會停發津貼，仲會追討你離港期間攞咗嘅錢。有老友記問過，我依家攞緊傷殘津貼，又或者攞緊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可唔可以轉過嚟長生津啊？答案係可以，但你唔可以同時攞兩樣。通常長生津嘅金額會比生果金1620蚊高好多，所以如果大家資產入息過到關，一定係轉長生津最划算。手續好簡單，只要去社署填張表格，話想轉領津貼就得，唔使重新提交晒所有資料，因為社署已經有你嘅基本底子。依家講反伴娘嘅領取技巧，政府每次宣布派伴娘，都會有一個資格準則日期。只要你喺嗰個日子之前遞咗表，而且最後獲批，哪怕你領取嘅日期係追溯返去嗰個日子，你都一樣有得攞伴娘。所以大家唔好等到最後一刻，亦都唔好覺得哎呀，我下個月先65歲，到時先算啦。你要預備定所有資料，一過咗生日就即刻去遞表。遞表嘅方式有幾種，最傳統就係親身去辦事處，好處係有職員幫你睇下。第二種係郵寄，記得要黐夠郵票，如果唔係份表寄唔到去社署，你就白等啦。第三種係透過社署網頁下載表格填好再寄。依家仲有網上遞交申請，如果你或者你嘅仔女熟悉電腦操作，網上申請其實係最快最直接嘅。喺填寫資產部分，仲有一樣嘢要同大家交代清楚，就係聯名戶口。如果你同老伴有個聯名戶口，入面有60萬，咁社署通常會當一個人佔一半，即係每人30萬。如果你同仔女有個聯名戶口，就算入面啲錢全部係仔女賺嘅，只要你個名喺上面，社署都有機會當係你嘅資產，或者至少係你佔有一部分。所以如果想申請長生津，最好將啲賬目分清楚，費事引起誤會。仲有關於保險，好多老友記後生嘅時候買落啲儲蓄保險或者人壽保險，到咗65歲嘅時候，嗰啲保險已經累積咗唔少現金價值。呢啲現金價值係要計入資產㗎。大家可以打電話去保險公司，叫佢哋出一個保單價值證明書，睇下個退保現金價值係幾多。如果加埋銀行存款超咗限額，咁你可能要考慮下係咪要退保，或者等資產符合要求先再申請。講咗咁耐，大家可能覺得好複雜，但我總結一下，其實就係早準備、齊資料、誠實報、快遞表。呢4個準則可以幫你穩穩陣陣攞到每個月4195蚊，加埋每年可能出現嘅伴娘，一年落嚟就有成5萬幾蚊。呢筆錢對於改善長者嘅生活質素，真係非常之重要。大家記住，長者福利係社會對大家多年辛勤工作嘅一種回饋，唔係施捨。所以大家攞得心安理得。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仲未申請，或者仲係糊里糊塗，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聽。特別係嗰啲一個人住，無仔女喺身邊幫手嘅老友記，佢哋最容易因為資訊落後而錯過福利。你可以幫佢哋去辦事處攞張表，或者幫佢哋一齊對下啲銀行數。最後，我想同大家講，除咗錢之外，申請長生津嘅過程其實亦都係一個檢視自己晚年生活規劃嘅好機會。睇下自己嘅資產點樣安排，睇下有咩醫療資源可以用。香港依家嘅長者福利其實越嚟越完善，除咗長生津，仲有社區照顧服務券、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等等。只要大家主動去了解，晚年生活一定可以過得更有尊嚴、更開心。如果大家對於填表或者資產計算仲有咩疑問，其實可以隨時打電話去社署嘅熱線2343225523432255。雖然有時要等好耐先有人接聽，但佢哋嘅解答係最權威嘅。另外，各區嘅區議員辦事處或者長者鄰舍中心都有好多熱心嘅社工同義工可以幫到大家。唔好怕醜，唔好怕麻煩人，大家互相幫忙，
先至係香港人嘅精神。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關於長生津同伴娘嘅資訊，由申請條件、資產入息限額到填表嘅詳細步驟，再到額外嘅醫療同交通福利，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清清楚楚咁去爭取自己應得嘅權益。記住，時間唔等人，快啲去檢查下自己份存摺，準備好文件，一夠65歲就即刻出發去申請啦。